真侪民众拢有欠银价的习惯哦，也毋过中央银行是呼吁民众毋通欠伤侪银价，加互银价伫市面来流通哦，银行就毋免一直做新的银价来减少成本，嘛较环保。厝内无咧使用的银角用个寄入去银行，或者是家电储值卡，即马超商加积分站拢有银角的家电服务哦。这是中央银行互银角再流通的推广影片，佮过几工特别过年，侪民众拢趁这个时阵在台地讲，甲银角摕去换纸票。中央银行表示，为着要满足市场造钱的服务，逐年拢咧做真侪新的银角，鼓励民众平常时就加运用这个银角，安尼银行嘛会当减少做银角的成本和碳排放。运送的时阵拢需要真侪人工车辆等等为着要环保爱地球的理念，减少这做银角的成本所以阮就推动这银角再流通的计划。但是，一般你拢会安怎用这银角咧？除了摕去银行寄钱买车票，身躯顶的蓝山钱若是伤重，也会当入钱去到悠游卡、一卡通这寡电子票卡。超商拢总有13000左右的分店你是悠游卡还是一卡通，摕去超商对毋对？你的银角就袂无用藏咧厝的。央行表示，欠钱是好习惯，不过上好是尽量互银角伫咧市面上流通。央行就会当免做遐尼侪银角，嘛是为环境永续当定出一份心力。记者卢尚如、谢桂林台北报道。